苗栗铜锣乡竹山社区是有名嘅松树村，唔单止有89岁嘅、190岁嘅老人家，家家户内没有50人生活。现在环境好、污染少，又搭有用钱，係一個社區按到長命公、長命婆嘅原因。不過也認真後生人家家出外種嘅，老人家都冇人照顧。6、7年前，國小高中退休嘅鍾秀良，路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，也就職務接下來。2年前推動成立日間托老服務中心，辦發通課程，強下協助，聽日托中心順後還可以摩托出現，由老人家每日自家來治理。要到2年前，記者嘅發現有少婦3秒提嘅，而連路屯當天本單位拆下的嘢留無宗祠保留下來，成立被3秒資料館，屯民眾傳達摩托工中屯保育3秒嘅觀念。腳拔開來，冇變的，慢，快，慢，快，慢，快，數 happy 來，數 happy 來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。條眼望澎湃嘅廿條老人家，聽聽先生嘅口令做動作。5、6、7，好，哎，單白嘅喏，哈，要按嚟，要按單白嘅喏。哈，搭等級啊！4、2、3、4， 14手單抬起，1、2、3。動作做差嘅無要緊，先生為動有耐心嘅教，一條老人家嘅認真表情，可以來動定一下。也特別係苗栗銅鑼鄉嘅竹山社區，每個一定有名嘅松樹村。我們社區裡面有2個人類，101歲的人類有2位，90幾歲的老人家有15個，80幾歲的老人家有40幾個，好，所以這麼多的老人家，好，那我們希望他這裡健康，那我們就安排活動，那安排的活動呢，我們有自己來做唱跟跳，那要本期要訓練一些協調性的動作，比如講啊，一到我喊佢書包裝到攞擺牽頭到底擺，嚇，安尼，等下呢再搬轉來牽頭到攞擺書包裝到底擺，嚇，這個就是訓練他們的手協調性。快慢推展，哈。當日到兒童中心係廿條老人家同歡喜嘅事情，現任社區協會理事長鍾秀良，佢小高中退休過後，佢發現到社區嘅老人家無人看顧，佢所潮來之講，許多美富嘅人家調查廿條老人家嘅情形，韓國第2年前成立兒童中心。有啲講係上去，係腳唔好啊，人可以追佢，嚇，有啲人講唉。哪個按鍵，佢後生人上班咧，我要9點半就開始咩？哦，計到9點半咧，係必須要再佢。啊，你落去啊，都上海來老人家，人都希望佢來。啊，喺冇上來老人家，人家鼓勵佢。牙齒啊，喲，唔記得咧哈。摘一片樹葉。鍾秀良同志講，負責接送幾條老人家，想辦法帶佢廿條行出戶外，又攀又好料，廿條老人家無論身心都下卡空間。我老公啊，3年前就走了，都不看咩，就常常意思就從我一生嘅，想我再快咧，想我按不到衰唔得咧，我說安眠藥咧，嚇，但因啊個社區愛心所注意接來送轉去吼，哎呀，送轉去啊，差唔多有2人月，不3月咧吼，我知道不得不講，唔是安眠藥嚟講吼。來到就安尼啦，以後啦，啲要做運動啊，就安尼嘅好啦，韓國有。老師傅嚟教呀，那個安尼醫道安尼可以講紅道嘅醫道啦，安尼。出
地潘发通考察，为老人家来存在筋骨，认真做成沙期，喺地卡种下，经费无按多。历史中上，嘅毛就来可以咧毛头出现，本亚条老人家来治理。董祖村就唔少毛吹，甚至还应用到其他技艺。一种玻璃吹，那个大白菜嘅对啊，所以俺外要开始有修养的哈，俺就做嘅加那个羊皮啊哈，那个什么个迄个有机肥料啊，俺就做了就也不要个啥子嘅吹人用啊。其他的老人家或地方人看到人按的种，以前都按的种的有事啦，跟俺做因为按的种，所以呢也现在人沙基地度，太家人的菜园就当无毒菜园，就没喂农药，不要撒农药嘛，人家田顺收要没用除草剂嘛，用高的方式，那这样的方式我们的推展，那现在太阳的田有1半以上的田呢已经按了周围。所以是不是我拍好了吗？还在拍我。沙期传统木头耕种嘅过程，从历史中冇想到发现到菜地嘅露天命按到秒共行，佢就想到合法按到3秒嘅生父，故所佢就去请教生父保育研究人员陈美婷。也得微缩就按到秒共行，但是若讲介也係秒嘅，係3秒嘅也不卡秒嘅，有當簡單，你去租紅外線照相機。我们一租就租了4台，那结果呢，我们找了7个店，那么刮了以后，他们经过2年，我也都去数算了，结果发现这里面的记忆卡放在电脑里面，都看到师傅了。发现到沙湖过後，家到同沙基杜康本單位創提嘅寮保公堂嘅後退諮詢參詳，同農部嘅貴族生父資料館，而行卡到年下嚟了解保育生父要結重要嘅。我也就同總署講，希唔可以講提供出嚟，也嚟做個沙湖資料館，本一條一方面地下沙湖係乜嘅，個按樣去保育保護同樣嘅環境保護好來，讓本沙湖嘅生發咧嘅基地能夠有一個特殊的，他該用心去保護。剛才那個理事長在介紹的那麼石虎跟貓呢，它的那個差異在哪個地方？那麼這是我今天得到最大的地方，那個做一個比較。本單兩千嘅4種嘅現正由從歷史中來檢討，變到行卡有分裂。已經70歲嘅佢，每次都自家假意後生，對推廣木頭耕種、保育生父做喜事，幾位同種嘅打草多，見嚟見有風氣嘅6年6發村。